喂，你敢会感觉迄个开西长官已经爱着咱的学者？大户告别掘头对丽云安尼细声讲，开口酸溜溜。哈，迄是伊的代志。丽云用对青云人的口气应伊，伊坐伫我的身边，原来讲，原来甲伊的身躯摕过来我一边。丽云回头看我，互我一个伊对大户表示亚善的短短的眼神。哈哈，我敢若知影，经过这个代志，假使咱会使平安回去，我一定要带丽云做牵手。我安尼讲，哈，啥人要嫁你？丽云用手甲我的手骨拍一下。毋过，伊的表情并毋是生气，是一个熊熊转红的奇怪的表情。又距离要甲迄张最恶一手的画面讲互我听。伊讲，我若讲出我的罪恶，你就袂嫁我啊！我安尼讲，啥人无做？你毋是拢安尼讲？丽云应我。伊看对我的目睭，继续讲：虽然就算你讲出来，我嘛袂嫁你，我当然袂嫁你，哈哈。伊喙皮的红彩已经探到伊的颔管仔筋，甲对伊体恤圆领显露出来胸胯骨，我就想起细汉的时，迄个秋天伫阮内围边的河边。所看到的一片银色的水影，迄时火车轰轰轰驶过边环的铁轨路，火车顶照伫伊健美活泼的面容，空气中有菱角田的烂土味。文雅新雄坐伫另外一边桌啊，伊无加入阮的对话，敢若伫交易厅做安静落来的时，亲像对伊家己讲的同款，对嘴边流出一句话：想袂到，迄个满洲人是有问题。经过大约半点真久的时间，开西少校转来啊。伊反复搁伫门口的警卫离开，去为阮传这物件来。阮已经确定过，确实恁的船顶无线电，已经有一段时间无信号。毋过，拄则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卫星电波，互阮接落来。凯西少校安尼讲，阮拢点。毋知安怎回应才好。总讲一句，代志确实已经比本地阮所想的较复杂。当然，一切拢搁伫美国海军掌握的范围，所以总讲一句，我已经被授权对恁做必要的说明。毋过，嘛请会记得，这只是要协助大家对目前状况的判断，并毋是美国海军正式的讲法。当咱拢离开这个所在了后，要有任何官方的单位会承认我的讲法，包括我家己。遐是当然，大户安尼讲 ，OK， 就是安尼。煞落美丽凯西少校就慢慢对阮讲起伊所了解的故事。当伊咧讲的时，无任何其他美国海军的人员在场。阮一家人，除了文雅新雄、大户、丽云甲我留落来，另外3名对案情判断可能无帮助的人员，就互因带去另外一个所在休困。凯西少校表明，
这个基地属的是美国海军一个特别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负责的范围真宽，包括西太平洋的洋流、水文、海底地质、潮汐等等相关海洋科学，还有海底、水面、空中、资讯、卫星等等美国海军空海整体战争所需要的任何新型的高科技武器的研究甲实验。凯西小校是伫研究室服务的科学家，伊本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博士。凯西小校讲，大约3冬前，海军实验室的研究船伫经过海峡水道的东边，撞到中国渔船奇怪的包围。迄时，凯西小校就伫迄只研究船顶悬。因迄边的任务是要收集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外围到第二岛链之间的水深甲海洋的资料，所以趁海上真好的日子，伫水面巡航。因的研究船敢若配轻型武器，一般来讲，伫第一岛链的外围算是较安全的区域，嘛袂特别要求其他军舰保护。当然，因的一切行踪也是伫海军的保护范围，尤其有空中的预警机，随时掌握因的行动情报。迄日，伫经过海峡水道的东边，中国渔船出现伫海面，先是1只、2只、3只，刷落是10几只的海船排做一列，向研究船驶来。刷落对其他方向出现第2列、第3列、第4列，对正西、西北、西南的海面做伙醒活来，渐渐形成一个半圆，阁无偌久就要甲研究船包围起来。研究船随着改变方向亚东，单纯地甲因警告，毋过遐渔船无插警告，继续醒活。因发现遐渔船拢是阁旧阁破的老船，船咧驶时拢起起未正，船身落差斑驳，各种设置的褪色船擦，互因看起来亲像一对摆骹饼共款。唯一清洁是逐只船的船头拢插共款的一面乌旗，亲像古早时代海贼船。研究船明显感受到威胁，继续单纯的警告，嘛向附近的冲绳海岸指挥部汇报。冲绳海岸指挥部讲，因进前伫雷达并无发现特别的无正常，可能渔船先是分开行动，计做要掠鱼，通过经过海峡的水道了后，才阁集合的。冲绳的指挥部提醒要注意因的水雷。研究船汇报，反雷系统一直有拍开。伫同时间，预警机嘛已经甲研究船受包围的消息
送到第二岛链的关岛联络中心。美国海军第7舰队过无偌久，就甲研究船通知，已经派3只炮艇对冲绳的军港出发，只是航程要2点钟，请因密切监视。时阵若有惹空，附近海面的母舰嘛会派直升机过去支援。研究船收到这支援的消息，就较安心落来。毋过，时阵的包围已经完成啊！开始笑号讲，有40只左右的鱼船，上近的几只，敢若离因20码。因甚至会使听到船顶的乌旗咧啪啪叫的声。研究船的船长下令，对上近的渔船使用水条驱离。毋过，因面对水条，不但毋惊，渔船的船员佫走出船舱，对研究船比手画刀，大声细声喊休。局势一个手升悬，紧张起来。就伫这个时阵，研究船的水雷警报系统弹啊！伫雷达上，因发现四周围的海面已经拢是水雷，显然就是遐渔船所放的水雷。一声研究船毋敢凊彩闪动，只好停伫原地。因进一步命令船顶的轻武装备战。另外一方面，对指挥部请求快速的空中支援。想袂到，针对研究船的最后请求，指挥部竟然无回复。因才发现，研究船的电子系统瞬间拢总宕机，包括海岸指挥部的无线电甲空中预警机所建立的信息系统，瞬间拢总失联。